政治新闻针对被否决的总预算甲财委法的复议案，民进党昨宣布将下乡举办正式的宣讲会。今日秘书长林右昌更加亲身到立法院参加民进党团的会议，甲民进党立委说明活动的细节。为了反制历年的宣讲活动，民众党进前嘛讲要办宣讲。国民党当然输人毋输阵，宣布3月20起嘛要开始超过100场的正式说明会，全体党公职的人员拢会参加。 头一摆用民进党秘书长的身份到立院参加党团会议，林右昌这边负重要的任务。我们要下乡宣讲，也需要我们所有的党籍的立法委员，大家共襄盛举。那另外也在地方上能够多做宣传。亲身转达党主席军令中，林右昌甲委员报告，规划3月中开始在庄口举办正式说明会。多数真侪摆强调活动和大罢免无关系，不过南北两党唔敢大起，民众党大声出击。民进党要挟行政资源下乡去做政策宣讲，那台湾民众党全民一起来拨乱反正。民众党规划3月23头一场宣讲，为党主席黄国昌的执政区帮桥出发，包含总预算、医护路权和诈骗的议题，嘛邀请受害者出来讲，场处无说限制，看立批拢来庄口宣讲，国民党嘛开始动作。因为我们将开始我们全台的政策说明会，不管是你的钱、你的价、你的权，我们都要为你拿回来。国民党宣布3月20共款会新北出发，伫咧全国70个区县立委选区举办正100场的文情说明会，袂互对手进驻前大罢免时代来临，朝野各自论述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